感謝主，要去回你初人識個必須寫最快樂最歡喜，因為世間你行到世界啲咩人容易呢個日子，每日自家去對付嘅，要到不平，自家去對付，要到自家工作自家去對付，要到自家各樣痛苦自家去對付，係咪講要朋友加自家唔相合嘅，自家去對付，突突隻隻自家世間你喺度按多去對付，按多痛苦，但係我嘅聖經講，喺腓立比書第3節按樣隆重熱切嘅痛苦，我能夠擔，因為上帝耶穌基督本是個力量啊！jadi sekarang yang panjang來到耶穌上帝、耶穌基督嘅面前，求佢禱告，本是個新嘅力量，就佢亦本是個新嘅力量，在自家嘅心中裏頭，自家能夠對付熱切啲世間各樣嘅問題，bahkan佢帶自家去得新嘅路，兄弟姊妹，大家同心來到上帝嘅面前，哈利路亞，阿門。